大家好，我係 Vincent 啊。記唔記得我哋在上年11月時有一個分享，內容是如何用 AI 幫我哋更有效傳福音。最後大家喺分組後分析出4個可行嘅方案。今日我哋嚟睇下呢4個方案嘅內容。我哋今日嘅主題係開拓新境界，探討4個特別為當代設計嘅福音策略組合。喺進入方案之前，我哋要明白使命不變，禾場已變。雖然大使命要求我哋使萬民作門徒，但現代禾場有3大特質。第一係數位原生代，年輕人生活喺線上，習慣碎片化與視覺化嘅內容。第二係人們渴望真實，厭惡推銷式報導。第三係都市人普遍存在焦慮，喺壓力與孤單中追求人生意義。針對呢啲轉變，我哋分析出4條通往人心嘅路徑，分別係針對年輕人嘅聖誕快閃市集，針對壓力族群嘅希望同行計劃，針對數位原生代嘅意義實驗室 MLab， 以及針對中年人嘅1個月福音計劃。第一個方案係聖誕快閃市集，目標係吸引年輕人同文創愛好者，核心宗旨建立初步聯繫，具體活動包括聖誕心情點唱機，讓路人按心情選歌或聽經文，仲有故事兌換所，讓路人用煩惱換取祝福小卡。呢個係一個高互動、低門檻嘅短期活動。執行上分為3個階段。第一階段係活動準備，包括場地佈置同埋裝置設計。第二階段係現場執行，着重友善嘅互動與傾聽。第3階段係後期跟進，透過收集聯繫資料，如 Line 群進行後續祝福與評估。第二個方案就係希望同行計劃，對象係喺生活或者工作中感到壓力或者傷心嘅人。我哋希望透過長期且多樣化嘅關懷，建立深度信任。關鍵活動包括提供輕鬆分享空間嘅心靈咖啡館，結合心理健康與信仰嘅生命更新工作坊，以及邀請講員分享見證嘅希望之夜。第3個方案，意義實驗室 MLab 專門針對嘅數位原生代。我哋嘅策略係進入佢哋嘅線上與線下世界，回應佢哋對真實與意義嘅渴望。活動非常創新，例如喺 Discord 或者遊戲伺服器進行深夜挑戰，或係喺文創空間舉辦低教會咁嘅咖啡因與哲學聚會，甚至一齊參與流浪動物關懷等服務行動。MLab 係一個循序漸進嘅過程，首先係建立信任與社群，先進入佢哋嘅宇宙，接住係深層對話與探索，從佢哋嘅難題出發，引導認識基督，最後先至係邀請與培育，讓佢哋從觀察者轉變為參與者。第4個方案係為40到60歲中年人設計嘅1個月福音計劃，目標係透過健康、藝術同埋社區服務嘅主題活動建立連結。我哋會舉辦建行、手工藝工作坊或者探訪孤老等社區服務活動，為中年生活注入活力。呢個計劃分為4週，第1週係預告與宣傳，第2週係運動與團隊活動，關注健康生活，第3週係藝術創意工作坊，透過藝術表達信仰，第4週則係社區服務，實踐愛與關懷。呢張表格總結咗4個方案。聖誕市集適合短期創意接觸，希望同行着重長期關係培育。MLab 針對數位世代進行文化導向嘅對話，而1個月計劃則係以活動導向帶動社區參與。最後，我哋需要思考邊個目標群體係我哋目前嘅優先，我哋嘅團隊、恩賜與資源最契合邊個方案，以及我哋可以如何結合或分階段實施呢啲方案。讓我哋一齊同心禱告，求上帝賜俾我哋智慧與勇氣，去開拓佢所預備嘅新境界。多謝大家。